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话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过年会肥几若公斤的阿君，我是过年会赢几啊百块的阿酸，我是过年会困几若外工的阿叔。这是过年前的最后一面呢，足欢喜的啦！哇，真罕得你无怨天怨地，佮讲足想阮呢。嘿啊，是应该欢喜，总算是困有饱面咯。是啦，不过欢喜是欢喜，我阁感觉有淡薄仔郁卒呢。为什么爱郁卒啊？会互阿君烦恼的问题就是遐个啊，像讲身材焦虑，还有年岁问题尔啦。差不多啦，这个应该算是年岁，就是我想着吼，时间安尼过啊，紧甲敢若用飞，不知不觉，咱即马已经4年啊咯，有够老啊！哦，无，老的只有你，阮拢减你一岁呢。嘿妹，你莫牵拖啊！我要是高水囡仔。唉，好，我放弃。我的伫吼，就是我外头回想者。发现讲，这4年来其实发生真侪代志哦。迄当阵，阮一开始就住同一间宿舍，我就想讲，新的环境、新的人，还有新的人生。我一开始嘛是安尼想的，只是想袂到。等一下，你莫甲我赢啦，我有歹去调。想袂到你上大学了后，煞搁敢若咧带囡仔共款对无？对啊，想袂到恁两个遮尔啊相像。那大个所在拢咧屏东，竟然连个性拢共款，真脱线。我一届爱带2个囡仔屁。啊，又过来啊！你已经怨叹几百摆咯，我已经听甲真无感咯。好啦，阿君，你的辛苦大家拢知影。你今仔日准备的主题应该毋是这吼？哦，当然嘛毋是。这届准备要来讲的主题是大学生活的分享。哇，安尼有真侪物件通讲呢。留回啊，敢毋是年岁有够的人才做的代志？啊，算你点点。但是其实忽然间要讲，煞毋知影要对倒位讲起呢。啊无，就对上课爱讲台语这件代志开始好啊。好啊，这件代志嘛，互我带一条。迄阵啊，我就是上课全程讲台语是无可能的代志啦，只是写伫个简介顶悬好看的。结果竟然是真的，对无？嘿啊，我这个袂练懂的台语，竟然爱讲出嘴，实在是真见笑。我是无差啦。吼、啊你当然嘛无差，你本地厝里就有讲台语，加上你练习台语朗读。你已经是迄啥人讲的迄个习惯成自然。亚里士多德啦，拜托，未来的苏老师。哦，我要先跳过这个部分。但是讲到老师，咱系上嘛有师祖的名额。哦，是啊，以前敢若有国校仔的师资名额，但是即摆呢，阁有中等教校哦。像我即马就是2层的身份拢有啦，所以会当2边的课拢去修。我感觉讲小教的课程较偏向基础的教师能力，但是呢，中教就有一寡较单调的内容和教学素养伫内底。这种比较只有你知影内底的无共，因为只有你会使2种身份拢有。看你规工都无用走总，我真毋甘的呢。太过贵，这是啥人啊？阿叔你伤300啦，我讲要吐出来啊！你莫逼我分享我的早顿互你看哦。莫，先莫，我惊阮2个做伙分享早顿互阿孙看。哼，恁2个太过贵，大学这几年，恁2个真正是愈来愈无限制，太过烂了。紧转来继续啦。好啦。讲到上课用台语这件代志，恁敢有印象？有趣味的课程会使分享，互听众朋友知影的。有啊，坐甲满世界咯，
即摆第一印象就是导览迄节课。思贤老师带阮几若只囝仔囝出去外口佚佗，有去学校边仔的景点，还佫另外利用拜六的时间，特别为咱安排一场实体导览。虽然忝甲要死，但是真好耍呢。佫有另外安排阮家己收集资料，家己做一场导览呢。讲的物件虽然只有20分钟尔，毋过阮准备的时间真正是足久的，实在是无法度想象老师是安怎会当规工的导览拢有物件会当讲。是啊，所以进前阮佫有特别讲一集，甲导览这个行业有关系的主题。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会当去开讲的第6集听看卖哦。职业的部分除了导览以外，阁有其他职业做连结的课程哦。像讲静静老师有带阮去台北佚佗迄届，恁敢阁会记哩？当然嘛会记哩，老师开钱，互阮出去体验的呢。伊利用家己的人民资源，互阮去电视台做参观。我坐伫电视主播的位的时，迄个光照伫我的面，实在是光莹莹。讲到迄个位，我就想起，明明吼就是真好翕相的所在，你煞教我对一个仙女翕做只恐龙，你敢好意思？阿君啊，我了种这对你来讲已经是正常的呢。伊每一届拢甲你翕甲歹滋滋。我无代志，我感觉足好看的呢。我好有迄个现代艺术追求的意境呢。真拄煞，我无爱含你讲，实在是秀才拄着兵，有理讲袂清啦。参观电视台的时，除了台长有出来甲阮指教以外，阁有和我同乡的美女主持人出来和阮做一个主播的职业简介。佫有去看现场录节目的状况哦，是一个真会唱歌的。敢是叫做杨静？莫看我对歌手拢无熟悉。好，不要紧，距离伤遥远，反正就是一个真有气质的女歌手。我一直就是伫电视顶看到的舞台真大，其实现场就是2-3间教室差不多尔，而且真简单的一条歌，需要重复录几落摆，爱对无同的角度、歌手、伴奏的人、舞台的灯光效果，就去做重点。后来才有物件会当做剪接，呈现出好看的画面。是啊，真正足够工的。我嘛无想到短短的节目画面内底需要的镜头竟然遮侪啦。但是我是真正实实在在看到导演摕一个棒仔画 action， 是我细汉时阵的梦想呢。我想办公会拢会摕纸来假影一下，竟然有现场版的，就厉害哦！迄天除了电视台，后来阮阁有去国主岛参观阮的成果。哦，你是讲进前老师出的作业？老师利用伊的职权，互阮和业界合作，替国之图去做一个翻译的工课。每一个人拢分着一丝仔，所以做起来袂伤有负担，阁有一个经验哦。讲到业界体验，恁是做国之图，还是去德旗山庄试驾？等者，伫遮补充互听众朋友知影，老师将班里分做几若组，为几若种的工课，互阮选喜意的。我甲阿苏是国之图，阿选的是德行山庄迄组。来，我先来简单小解一下。德旗山庄这组主要是照这个题材去老师指定的一间学校做教学，互学生知影德旗山庄的历史来源等等的。若是年岁较大的学生，就要加入文学相关的知识。所以，阮先爱找出适合的教材，做伙讨论教学的方式，然后规划教案。为着增加学习动机，所以嘛有加入一寡媒体影片来配合学习单来用。听起来是真辛苦呢。拜托的，迄当时阿选伫宿舍内底，因为是我的隔壁眠床的，我拢已经困到毋知人啊。伊还咧准备食的物件，到真晚呢。嘛会使讲是真早，就是早顿食了才困的程度。虽然真辛苦，
但是对我嘛真有帮助啊，因为是真正去教学现场上课，毋是像教程课的演示同款，只有几分钟尔尔。所以爱准备的毋若是课本的内容，阁有家己的心理素质甲记忆，袂当因为学生的反应，就甲要上的物件放袂记。真正是多谢老师，互阮这个机会呢，互阮会当抢伫咧其他人的头前体验业界代志呢。讲遮济老师出去的代志，会互听众朋友叫是咱全部拢是动态的课程，应该爱换讲一寡静态的部分咯。毋就是因为动态课程较忝，所以印象上深吗？静态哦，雄雄要讲，煞有淡薄仔毋知爱对倒位讲起，我想看卖哦。我先来讲好啊，年岁大，即马会记哩的代志，等一下就袂记哩咯。一定爱讲的，就是我感觉真好用的台语正音。你感觉真好用？我哪会记你是日音日型出身的？哪有可能需要这种对音标开始教的物件？嘿妹，我阁会记你迄当阵，你免啥准备，就会使伫考试的时摕冠分，真正足讨厌的呢。唯一会当支持我的，只有淑慧老师，人水心嘛水，毋但真重情，阁真有耐心，忍耐我的破台语，一步一步甲咱牵教。我一定爱讲，大学面试的时阵，淑慧老师嘛是评审之一，因为伊扮乌面，拢无咧笑，加上伊有一种老师严肃的气质，险险啊甲我惊死，想袂到反差遮尔大。这门课吼，虽然对我是无啥差别，但是对恁有啊。对恁这种拄入门的菜鸟啊，真重要呢。老师对音标开始教，拼音、罗马字、种类品，反之就是安怎简单安怎教，互恁有一个基础，才会当继续后来咱的台语系的课程。但是小慧老师真古锥嘛是真的啦。是安尼讲无错，这门课真是对我真有路用。无像阿君有日音日型的底子，阿选阁是龙头的选手，只有我是真正大汉了后第一届接触到台语，以前拢在阮导游。若是无这门课，我真正会学甲哭出来。阿君，迄个想甲你教过的老师，你大部分拢讲伊真古锥啊，倒一个无古锥啊，较拜托咧。这就是为虾米我真介意台语系这个大家庭的原因之一啦。另外一位真古锥的郑元老师，嘛教阮真济课，伊拢是偏向英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像讲国际音标、发音方式、变调的规则、语音的收集等等的。虽然是这听起来真无聊的内容呢，但是其实老师会现场收集阮讲的字词，现场去做分析。而且老师家己嘛是网络冲浪者，看不哩啊侪当时流行的物件，嘛会甲这物件用入教学内底，教阮一边笑一边学。有一节课是要记录语音含听福建广东的闽南语迄节，恁敢阁会记得？哦，迄节课哦，真好耍呢。老师甲5个音调讲了，就放上音档，互阮去做分辨。而且上课的时，老师嘛有找福建、广东遐个人的讲话声音，互阮听看卖。是啊，我即马印象上深的是冷冷定定，咱的台语是安尼讲的，遐个人却是讲冷冷定定，真趣味呢。听音档辨别内容这件真无聊的代志。老师采用一种类似诱看卖的方式，了后才做讨论，亲像咧算同款呢。讲到算这件代志，我就会想到进前阿君上爱的阮跟老师有一节电脑课，主要做影片。迄时阮阁做出马吉克阿嬷一部创世纪的影片呢。为着这部影片吼，阮两个伫去桃园耍的时，早时啊耍啊要忝死。暗时啊，回去房间，我阁出卖我的摄像，伫遐录这影片。是啊，所以摕伫咧眠床顶的时，阮两个真紧就去找周公报道了。我是无爱讲这到底是啥人想到的。老师明明就讲甲真简单，
嘛毋知影为虾米恁两个去一个图书馆，转来就变做安尼啊？虾米主体是电视转播，中间插两段配音的内容以外，阁还舞一出广告，所以才有骂一箍阿嬷。恁家己找的麻烦，谁有法度？好佳在落尾的结果是好的，虽然放送的是真正见效，但是不论是花贵还是成绩，拢是好的啦。是啊，毋知影倒位来的想法，即马想起来实在是真笑。啊，我就知影，讲到会议这件代志，一定牵着时间的啦。所以我有设定一个时钟来提醒咱爱较站杂咧。啥？即马才讲到倒尔尔呢？阁有想要讲要安怎啦？就拉互后改啊啦，拜托咧。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。无毋对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伫北京。若是阁想要听阁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改再会。